好呢個字，咁咧就睇到嘅我哋啦，可以攞自己一個咩例子可以，攞自己一個係有電腦攞自己頭嚟可以啊。咁咧而家咧就係應該係每一嚿咧係8個人一組嘅，咩8個人一嚿嘅嚇，就係1、2、3、4係嘛 ？OK。咁咧就咧而家點樣嚇？咁咧就係咁咧，我哋而家要分材料嘅嚇。好，跟住。好，跟住嚇，好啦，咁咧就會係嗱，咁咧每一個位咧應該會係嗱，譬如你係1到4號，5到8號咁啊嘛，應該係有2組嘅係嘛？你嗰2組，你一2組，你一2組嘅係咪？咁每一組咧，呢個板攞3嚿，呢個板攞3嚿啊 ，OK， 跟住咧就呢個攞1嚿，一檔板2塊，咁咧呢邊咧就睇下有冇需要啊？橡筋攞翻一條，得唔得？好啦，咁啊，對話試下，呢板3塊，左右擋板2塊，乾1條，橡筋1條 ，OK， 跟住仲有啲嘅圈啦嚇 ，OK 好，咁啊自己而家都嚟可以去翻佢啦 ，OK 好啊，好。好，佢冇翻唔緊你，冇翻。可以啊。好啦，嗱，依家我再同你重複下啲材料啊 ，OK， 側擋板左右嘅2塊，呢啲板呢條3條 ，OK， 跟住呢個臂1條，同埋個圈1個，個圈2個，個圈仔2個得啦。咁咧就橡筋要1條，橡筋要1條。橡筋要1條 ，OK 好啦，檢查材料嚇，你睇最簡單方法咧，你就睇下你同隔離係唔係都係攞咁多嘢 ，OK？ 如果同隔離都攞咁多嘢啦，見到好多同學冇呢個乾都得嘅，呢個乾要有個側擋板冇嘅嚇，OK 啊，都冇嚇，攞翻佢嚇 ，OK？ 好，你自己同隔離對對，隔離組對對，睇下係咪一致啦嚇 ，OK？ 咁阿 Sir 就同你對啦，你太多組啦。我冇辦法同你對啦嚇，自己對對佢係咪一致？係一致就 OK 啦，唔係一致咧，請你哋去做一隊係攞翻齊佢 ，OK？ 好唔好？好。嗱，就咁多嘢，加條橡筋，自己對對，前面呢個嘅食單加多條橡筋 ，OK， 呢度。好啦，咁啊4個人嘅頭2個人做先啊，頭2個人做先 ，OK？ 咁啊喺度咧，後邊2個人睇住先啊 ，OK？ 好，第一個我哋咧就要係攞側擋板同埋我哋一條條咧進行接合嘅 ，OK？ 先睇下喺度啊，接合嘅 ，OK？ 唔好中彈佢，冇自己㗎啊 ，OK？ 唔係就慢慢有時就大把時間整好佢。第2個我哋嘅臂同埋插上嗰個係咪？睇到啦，第2個步驟以成個臂咧就響隻度。好，第3步咧，橡筋你有冇同攞多咗我哋9條嘅？有冇同攞多2堆都好多啊？冇攞多咗喺度啊 ，OK 啊，橡筋冇攞多，得9條啱啱好嘅。係啊，你攞翻佢啦嚇。好，跟住第3步就側擋板啊，第一塊側擋板要裝上去。好。第4步咧就裝翻我哋嘅一個係跳上去固定佢。好，最後
邊咧有啲圈扣咧鎖住佢嘅，呢啲都要裝㗎嚇。圈扣係鎖住佢嘅，鎖住之後咧，咁咧跟住我哋要攞橡筋去OK 會做一個反彈嘅嚇 OK 好嗱，咁咧OK 好嗱呢度咁咧就試下將唔同嘅將唔同嘅位置好。將唔同嘅位置嘅橡筋咧，有三個檔位嘅 ，OK，咁檔位咧，咁OK 好一個 ，OK 好我再問多同學一樣嘢，有冇同學覺得呢一個檔位飛出去嘅物件會比較遠？呢個下中上呢個檔位飛出去嘅會比較遠？有冇同學答到我？呢個得時間乜時間嚇 ？OK 嚟啊！因為對你知㗎，上啱嘅有冇？點解係上啱啊？冇錯，你幾號？9號。你幾號啊？哎呀，你自己幾號又幫你唔做啦？好，科代呢度先啊，9號、25號，幾分得滯唔該。係啦嗱，阿Sir講下。呢度有需要有3個檔位，好安靜，阿Sir要安靜，3個檔位，最上呢個檔位咧，拉到條筋咧係最長嘅，係咪啊 ？OK， 我哋試一點啊，拉到係最長嘅下邊㗎 ，OK 知道啊？而下邊呢個係最短嘅，知道？咁咧所以咧，佢飛咧就最頂嘅檔位咧會飛得遠。好嗱，咁第二個咧，仲有一樣嘢，如果你工程嘅時候，你覺得擺呢嚿嘢，你會點？有冇同我諗下要加啲咩上去更加方便？有冇第二個問題？加啲咩？但真係工程嘅時候，加啲咩會更加方便？仲有冇點勾法？勾嚟好，第二個啱嘅9號仲有冇第二個？我工程抬嚿呢個啊，有冇辦法？係有碌。知唔知啊？加個碌上去 ，OK， 我哋可以加到碌上去咧。梁志傑係28號，係28號 ，OK， 科代28號、9號 ，OK。嗱個碌咧，我哋遲啲會整一個車仔可以貼波打嘅嚟將佢整上去嘅。好嗱，而家我哋第一批同學，你哋差唔多啦，我哋而家過嚟俾你分先兩個嘅嚇，跟住咧我俾完分你先拆啊，你唔好拆住，接呢度。好，我俾完分咧，你就拆咗佢，我要間一次過俾手揾出咧，要拆晒嘅。第一組同學，我哋我啱啱講過，一左邊單組嘅啫，一左邊嘅4個同學頭2個做先，跟住拆散佢，最後2個頭做嘅。而家阿Sir俾咗頭2個同學分先。好啦，頭2個第一組，第一組。好，你拆散佢而家。你幫佢拆下地下，佢一陣要隨住拆一次啊。嘢都得嘅，咁樣咪好得。好，拆開佢。好，後邊第2組，你哋係幾號啊？你哋講係呢個邊個做㗎？係1到4。你兩個邊個做㗎？你。好，第3組，你應該邊個做嘅？幾號？第1係。即刻冇翻先，即刻冇翻，即刻冇翻。你喎可以嘅，可以我驚你啲人唔切啫，好，後邊呢個，做埋個。
好，而家將佢睇下啦，你成幾號幾號？好，最後。好，誒仲有阿可能。好，插翻散晒佢，然後俾第二組。好啦，要攞水喎啊，未攞水喎啊！有波㗎，橡筋應該預咗9條喎。有冇同學攞多咗嘅？自己攞翻佢，攞出嚟，冇咩啊？啊，應該係有嘅，我冇預多，因為有9條啫，因為我揾唔到。啊，未有嘅自己去問下同學仔有冇同學攞多咗橡筋嘅？啊，攞翻出嚟啦嚇！好，我哋攞多幾分鐘，攞多5分鐘啊！ OK， 好，嗱，咁我5分鐘之後咧會檢查埋第二組啦嚇，檢查埋第2 part 嘅同學仔啦 ，OK， 啊，檢查第2 part 同學仔啦，係啦。